Shalom， 我係 Raymond， 歡迎嚟到站在十字架下系列人生10堂課。今日係第5課，我哋嘅盼望是否在彌賽亞和他的國度呢？呢個時候喺十字架前，我轉眼見到耶穌身邊同樣釘喺十字架上邊嘅兩個強盜，一個喺佢左邊，一個喺佢右邊。起初呢兩個強盜亦都同其他人一齊咒罵耶穌，即使佢哋喺自己嘅痛苦裏邊，佢哋亦都用相同嘅說話嚟辱罵耶穌。但隨住時間嘅過去，其中一個強盜開始有所轉變，佢嘅語調完全唔同啦，唔再係怒罵，而係漸漸咁領悟到耶穌嘅身份。而第一個強盜仍然係充滿住怨恨，呢個強盜仍然喺度譏笑耶穌：你唔係基督咩？可以救自己同埋我哋啊！佢嘅說話充滿住痛苦同嘲笑，即使佢喺死亡嘅陰影之下，佢嘅心仍然係剛硬嘅。佢想要嘅係一位受大家歡迎嘅彌賽亞，一位能夠立即用佢嘅能力從十字架上面落嚟嘅彌賽亞。第二個強盜，佢心裏邊嘅思想似乎正係破繭而出。佢喘住氣斥責第一個強盜：你難道唔敬畏神咩？我哋係罪有應得噶。但係呢個人，你睇下呢個人，佢冇犯到任何嘅錯事。係啊，耶穌手裏邊冇暴力，佢嘅口裏邊冇詭詐，佢嘅生命裏邊冇罪惡。喺呢個時候，第二個強盜似乎睇到其他人所睇唔到嘅嘢。佢抬起頭轉向耶穌，佢帶住面對死亡而顫抖嘅希望，低聲咁講：耶穌啊，你得國降臨嘅時候，求你紀念我。耶穌對佢講：我實在告訴你，你今日要同我在樂園裏。好多人對耶穌同強盜之間嘅呢一段對話係耳熟能詳，但係好令人遺憾嘅係，如果我哋斷章取義嘅話，呢啲句子好容易被曲解。首先，我哋嚟睇下個強盜所講嘅說話：耶穌，你得國降臨嘅時候，求你紀念我。好不幸，呢句說話經常被扭曲，大家好容易理所當然地認為佢喺生命最後一刻悔改啊，咁樣佢又可以上天堂啦。其實呢個強盜唔係咁樣講嘅，呢個唔係嗰個強盜嘅本意。我哋細心咁睇下佢所講嘅說話。首先，注意佢所關注嘅係國，係天國。佢冇話耶穌帶我去天堂，佢關注嘅係天國，而唔係天堂。喺聖經裏邊，天國唔等於天堂。喺過去嘅2000年裏邊，基督徒不知不覺地用天堂取代咗天國。呢個強盜所指嘅唔係喺天上邊或者喺雲端嘅某處嘅地方，佢所祈求嘅係關於將要嚟嘅世代 ，the age to come。佢指嘅係神嘅國，彌賽亞嘅統治，係雅維神早已經講過嘅應許。神嘅國度將要降臨喺呢個地上，神嘅統治將會透過彌賽亞建立喺萬國之上。其次，我哋可以留意時候呢個詞，喺英文係 when， 指嘅係某一個時間嘅節點。當你得國降臨嘅時候，係指緊 when you come in your kingdom， 所指嘅係將來嘅某一刻。個強盜睇到嘅係喺十字架之外，超越死亡，係耶穌將來有一日將天國帶到嚟地上。嗰一日係將來嘅。個強盜知道天國將會嚟到，但係佢而家尚未嚟到。
我哋仍然喺度等待緊耶穌將天國帶到嚟呢個地上。第三點，我哋留意降臨呢個詞，喺希臘文翻譯過嚟喺英文就係 come， 就係來臨嘅意思。既然天國係將會嚟到，佢從邊度嚟，又要去邊度呢？天國要降臨，而家正係喺嚟到地上嘅過程之中。未來嘅天國唔係喺天上邊，唔係大家以為嘅天堂。我哋必須要明白呢一個真理。耶穌作為彌賽亞君王，係從天上再嚟，係將神嘅國帶到地上。係啊，地上。因此喺主禱文嘅當中，我哋向天父禱告，願你嘅國降臨。大 Kingdom come。我哋嘅盼望係嗰個將要嚟到地上嘅國度，喺嗰度耶穌將會作王，彌賽亞將會掌權，耶穌會將亞維神嘅統治帶到地上。第四點，個強盜發出咗佢嘅懇求，求你紀念我。呢個係佢對耶穌嘅請求，係佢將所有嘅期望託付俾一位釘喺十字架上邊垂死嘅君王。佢懇求耶穌，求你紀念我。佢渴望喺耶穌再嚟嘅時候，佢亦都會被接納，能夠進入彌賽亞嘅國度。咁就意味緊耶穌死後會復活。同樣呢個強盜亦都會復活。呢啲就係嗰個強盜令人驚訝嘅信心。佢睇到一個就嚟死嘅人被釘喺十字架上邊，但係佢心裏邊卻認出耶穌其實係王，係彌賽亞。佢見到被釘喺十字架上面嘅身體，但係仍然相信耶穌會喺佢嘅國度裏邊再嚟。佢見到耶穌被眾人棄絕，被門徒離棄，被宗教領袖譴責，然佢卻降服咗，承認耶穌係真正嘅彌賽亞。呢個垂死嘅強盜，佢唔係揾緊一張去天堂嘅門票，佢渴望嘅係彌賽亞同埋嗰個將要嚟到嘅國度，耶穌所傳講嘅天國，舊約先知所應許嘅國度，彌賽亞榮耀地再嚟嘅時候，神所建立嘅國度。然而呢個就係我哋必須面對嘅挑戰。今日好多基督徒所接受嘅福音，只係單單關注點樣上天堂，而耶穌所傳講嘅福音就係關於天國降臨喺地上呢一個福音，天國嘅福音 Gospel of the Kingdom。呢個強盜明白咗一樣我哋經常忽略嘅嘢，就係即使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邊就嚟死啦，天國仍然會降臨。即使全世界都棄絕佢，佢仍然係彌賽亞君王。即使佢嘅身體被釘喺十字架上邊，彌賽亞嘅國度冇被摧毀，耶穌嘅統治亦都冇被取消。用一句話嚟總括，呢個強盜見到一個被釘喺十字架上面嘅君王，耶穌將會復活，有一日天國將會嚟到，喺嗰度耶穌將會統治。而家我哋細心睇下耶穌係點樣答嗰個強盜嘅。耶穌對佢講：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路加福音23章43節。請大家注意兩個詞：今日同埋樂園。我想大家留意兩點，喺讀聖經嘅時候係經常被曲解嘅。首先係樂園呢個詞，希臘文係 Paradisos。呢個字喺新約聖經裏邊只係用過3次。耶穌對以弗所教會話：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大家通常都認為咁樣神嘅樂園就係指天堂咯。但係如果我哋花功夫去研究聖經樂園呢個詞嘅用法，就會發現佢所指嘅唔係天堂裏邊嘅一個地方。呢個樂園係指緊將來嘅世代 Age to come。將來萬物復興嘅時候，係將來嘅世代裏邊更新嘅世界。喺啟示錄22章裏邊，生命樹就係位於呢個更新嘅世界，神將會喺嗰度與佢嘅子民同在。樂園呢個詞係指緊一個將來嘅國度，係地上嘅新耶路撒冷。事實上，俾七教會嘅每一個應許都係喺將來嘅時代，係嗰個更新嘅世界，
係屬耶穌再嚟嘅時候喺地上完全建立嘅新嘅國度。唔好將呢個樂園誤以為係天上嘅地方或者係天堂。另外，聖經唔支持耶穌喺死嘅當天就升天嘅講法。耶穌被安葬喺嚟自亞利馬大嘅約瑟嘅墳墓裏邊，一直到第3日，因為神致使耶穌復活。即使係耶穌復活咗之後，耶穌亦都曾經對瑪利亞講：我還沒有升到天父那裏去。佢升天係喺40日之後。因此，耶穌對十字架上面嘅強盜講到樂園嘅時候，佢所指嘅唔係天堂，因為佢嗰日冇去到天父嗰度。佢所指嘅係未來嘅國度，復興嘅世界。而家等我哋再細心嚟睇下今日呢個詞彙。問題嘅關鍵係個逗號應該放喺邊度呢？放喺今日之前，定係放喺今日之後呢？喺古代希臘原文嘅手抄聖經裏邊係冇逗號嘅。英文聖經反映咗希臘文嘅語序。Truly I say to you, today you will be with me in paradise。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譯聖經嘅人要決定逗號嘅位置，因為逗號嘅位置會影響呢一個句子嘅意思。中文聖經同大多數嘅英文譯本都將呢個逗號放喺今日嘅前邊，就係 Truly I say to you, today you will be with me in paradise。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呢種嘅讀法暗示緊個強盜喺嗰一日稍後嘅時間就會同耶穌一齊進入樂園。但係我哋知道耶穌喺嗰一日冇去到樂園，個強盜喺嗰一日亦都冇去到個樂園。如果將個逗號放喺今日之後，個意思就唔同啦。Truly I say to you today, you will be with me in paradise。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如果將今日放喺句子嘅前半部分，而唔係喺後半部分，今日呢個時間嘅副詞就係描述緊我實在告訴你呢個片語。咁樣按住中文語法嘅語序，個今日會放喺前啲嘅位置，就應該係咁樣讀：我今日實在告訴你，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意思同之前嘅講法好唔同，因為耶穌係講緊我今日話俾你聽 ，Today I'm telling you， 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我哋需要理解希臘文同埋亞蘭文嘅一啲慣用嘅手法。耶穌話：我今日實在告訴你，佢用嘅係希伯來文裏邊嘅慣用語。我哋喺希伯來文嘅聖經裏邊可以睇到好多咁樣嘅例子。申命記4章26節，我今日呼天喚地向你們作見證。申命記11章8節，我今日所吩咐的。申命記11章13節，我今日所吩咐的。申命記27章4節，我今日所吩咐的。申命記30章2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申命記30章18節，我今日明明告訴你們。其實呢種嘅用法喺聖經裏邊係好常見嘅，我只係舉咗幾個例子俾你哋參考。喺每一個情況底下，今日都係強調咗講緊嘢嘅嗰個時刻。耶穌用亞蘭文慣常用語嚟講話，亦都係照住同樣嘅模式同埋結構。我今日實在告訴你，意思就係我而家喺呢一刻，我鄭重地話俾你聽呢一件事。因此，將個逗號放喺今日之後，意思就完全唔同啦。呢句說話強調嘅係應許嘅確定性，你將會與我同在樂園裏了，係喺嗰個將要嚟嘅國度裏邊。所以總括嚟講，如果我哋唔花時間去細心嘅研讀聖經嘅話，去理解樂園嘅含義同埋個逗號應該放喺邊度，就好容易曲解耶穌嘅話，以為佢係講今日你就會同我喺天堂裏邊。我哋唔應該假設個強盜喺臨死之前係懇求耶穌
俾佢上天堂，而係講緊耶穌，你得國降臨嘅時候，求你紀念我，記得我，就係喺將來嘅天國裏邊，求耶穌去紀念佢。耶穌嘅回答係：今日喺呢一刻，我鄭重咁對你講，我答應你嘅請求，你屬於我嘅國。當我再嚟嘅時候，你將要同我喺天國裏邊。我哋今日信心嘅核心，我哋永恆嘅盼望扎根喺邊度呢？你嘅盼望係唔係建基喺耶穌彌賽亞身上？佢將會將神嘅國度帶到嚟地上，而你亦都渴望成為其中嘅一份子呢？你嘅答案將會影響你點樣活出基督徒嘅生命。咁樣就帶出一個好貼身嘅問題：當耶穌嘅國度來臨嘅時候，佢會紀念你嗎？多謝你同我一齊企喺十字架下邊，我哋一齊盼望耶穌再來，我哋一齊渴望地禱告，願你嘅國降臨。聽日有第6課，聽日見。